乡亲啊，实在是伤过冷咯，参顺德县尖石乡嘛落雪咯，一大片银白世界真水。囡仔朋友第一届看到雪是痛甲唔好讲，用雪来做人形，佮摕雪来烧结，拢算甲真欢喜。但是因为天气收冷，这个水桶的水拢结冰，水倒水的管线嘛结冰，这个水根本都流袂出来。在地乡亲是震惊，无水通用。 雨刮一片金白色的世界，行过去留下雪地脚印。规面拢红冻甲红记记，嘛是要挂手龙欢喜贴色红哈。日当上强的寒流发挥，加上水汽饱天，新竹的尖石乡今日透早落雪啊！囡仔第一摆看到白雪，拢真欢喜。真侪民众为了欣赏美丽雪景，半暝就来到这，个人唔惊寒，骑车起来。我人生第一次看到雪，我骑了差不多2个小时，真骑想我为什么要上来？ 痛苦的个商家拍开水道头，内无水，过来看水桶表面全部结冰。大水塔水下来的水目前都下不来，对，因为我们的水管都结冻。结冻的部分，我们通常就会等天气好转，然后让它就是自然的融化。天气真正是寒到零4时，管线内底水拢结冰，用水时水拢无法度顺利流出来。没有水啊，没有水。我为了要关水，你水要排掉，不排掉会爆掉。寒流尖石落雪，看雪游客去伫山顶，都爱记得倒雪天，欣赏白雪雪美景，嘛要加注意安全。不过寒到水结冰，恐惊嘛，互当地人料想袂到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